同款是高雄市长补选的相关报道，民进党陈其迈这边无意外当选高雄市长，虽然票数无超过顶摆的74万票，不过有学者讲，本地这边补选投票率就无悬，嘛是陈其迈无法度摕到比顶届悬票的原因。 因为下晡4点开票了后，票数一直是3个人内底上悬。伫陈其迈总部遮的支持者，大家心情拢足欢喜，大声喊口号，现场是真热烈。到尾陈其迈摕到超过7成的票数，大赢2位对手，不过并无超过顶摆选市长摕到的74万票。学者认为，因为是补选的关系，应该爱看支持度，毋是票数。 无摕到吼，比顶届较悬的票数，这是因为这补选嘛吼，这嘛毋是伊的关系。这补选大概就要超过5成的投票率，就足难的。虽然票数无超过民进党按算上低的标准，对支持者来讲，总算搁甲高雄的这阵退回来，民众对陈市长有足大的期待。希望他可以把高雄建设得更好，对他有期待这样子，就是能提升那个在地的。 就是把一些产业拉起来，然后让人员可以回到这边就业。这样希望可以就是不要让过去高雄2年就荒废了。那希望，其迈当选之后，高雄会变得更好。陈其迈当选高雄市长，剩2档外的任期，学者认为，刷落来新的市府团队安怎做，搁有以后甲议会的关系，拢是伊上大的挑战。记者陈家军、林坤明高雄报道。